各位街坊，你哋坐穩啦。今日詩時姐咧想同你哋講一個故事，一個關於家嘅悲劇。我仲記得2008年5月9號嗰日，我哋報館嘅頭條得一個主題，報紙頭版一左一右兩張相，左邊嗰張係一個60年代西裝骨骨、意氣風發嘅男人，企喺自己間珠寶旗艦店門口，後面咧係金光閃閃嘅謝瑞麟招牌。佢個樣寫住我係珠寶大王，好似成個香港都係佢打返嚟嘅。右邊嗰張同一個男人啊，但係已經係10幾年後咧，企喺香港區域法院嘅犯人欄入邊，面如死灰，對眼好似死咗嘅魚膽，冇晒光，頭髮白晒啦，成個人謝晒啦，好似俾人抽乾咗條命。佢個仔謝達峰咧，企喺旁邊嘅犯人欄，兩個人全程零眼神交流。我放低報紙，心諗呢個世界太荒謬啦！一個由九龍老虎岩木屋區打上山頂，用借翻嚟嘅3000蚊打出一個上市珠寶王國嘅神話，點解會以父子同日坐監，全程望都唔望對方一眼呢個結局收場？呢件事呢，唔單止係八卦啦，佢係一個預告咗香港好多白手興家家族啦，最終都會撞上嗰堵牆，嗰堵牆就係人性。好，等我哋將時間倒帶返去1949年啦。嗰陣時，香港唔係國際金融中心，只係一個戰後重生嘅小島。九龍老虎岩，即係而家樂富嗰邊啦，全部都係木屋區啦。幾萬人逼埋一齊，窮到連呼吸都係錢。13歲嘅謝瑞麟就住喺嗰度，連對完整嘅鞋都冇。佢冇書讀，冇後台，唯一有嘅就係一對手。佢去咗油麻地上海街做打金學徒，日日對住啲金銀器皿，啲手指比劃都劃到血肉模糊。但係佢個腦唔停喺度諗呢啲嘢點解咁值錢？點解我唔可以自己做？就係呢股氣撐住佢。1960年代，佢問人借咗3000蚊，喺尖沙咀租咗個廠房角落，自己開咗間山寨廠。你諗下，3000蚊喺嗰個年代夠你食幾多餐飯？但係佢就咁賭，佢同自己講：我謝瑞麟爛命一條，贏咗就發達，輸咗最多返去老虎岩，有咩好驚啦？結果呢，佢贏咗。1971年，佢正式註冊成立謝瑞麟珠寶有限公司。1987年，呢間公司成功喺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，由一間山寨廠做到喺尖沙咀海洋中心開旗艦店。再成為香港4大珠寶品牌之一，同周大福、六福、周生生平起平坐。謝瑞麟呢3個字就係獅子山下嘅活招牌，係我哋嗰代人拼搏向上、搏到盡嘅圖騰。佢嘅奮鬥史聽起嚟好熱血、好勵志，係咪？但係我同你講，成個故事最傷嘅部分而家先開始。因為一個成功嘅賭徒最致命嘅弱點就係佢冇辦法喺繁華頂峰收手。佢以為贏咗一次就可以贏一世啊！佢開始相信自己係天選之人，係唔會輸嘅。1997年，香港回歸前夕，成個金融市場顛到好似食咗藥啖，股市樓市一齊升到飛起，人人以為有買貴冇買錯。謝瑞麟呢個時候賭癮發作，佢唔單止唔識驚，仲要借盡銀行嘅錢，狂擲5億港紙掃入尖沙咀一棟商業大廈。5億啊！各位街坊，嗰個年代5億係可以買起成條街嘅。當時身邊啲人勸佢：大佬，個市顛到咁，你仲借咁多錢會出事㗎？佢點答？佢好有型淡同人講：我謝瑞麟成世人就係由一場場賭局贏翻嚟嘅，呢一鋪我一樣會贏。結果呢，亞洲金融風暴一殺到，所有嘅資產好似沙寶台遇住大浪膽，一瞬間冚晒。嗰棟5億買翻嚟嘅大廈，市值跌到得翻啲零頭。佢欠銀行嘅錢多到佢成世都還唔晒。2000年，香港法院一紙破產令，親手將呢個由老虎岩爬上山頂嘅巨人打翻原形。講開又講，各位街坊，我寫呢篇稿嗰陣，真係投入咗好多心血去搦翻當年啲法庭文件同舊報紙，逐段比對，逐件事核實。你知道搞一個咁深度嘅故仔，背後要花幾多時間同精神咯？
由跟料分析寫到錄啦，起碼要用我2-3日嘅時間。但係而家 YouTube 個算法好現實咯。如果你睇完覺得有啲嘢學到嘢，或者覺得呢個故事對你有啟發，希望你可以幫我按一按個熱推掣。呢個動作對我嚟講好緊要，因為只有咁呢個視頻先有機會推俾更多人睇到，我嘅心血先唔會白費。幫我請我飲杯茶得唔得？好多謝你，我哋繼續講返謝瑞麟破產之後呢，佢應該消失喺公眾視野，安安靜靜過晚年啦，係咪？但係一個曾經擁有天下嘅皇帝，點會甘心做太上皇？嗰陣時，太子爺謝達豐已經坐正接手成盤生意。謝達豐係一個點樣嘅人？佢同老豆唔同，佢讀得書多，有現代管理思維，佢想將公司制度化、透明化。徹底清洗老豆嗰套人治味道，原意係好嘅，係想令間公司行得更遠。但係個老豆呢，雖然破產，但係公司內部依然想隻手遮天。佢成日返公司指手畫腳，話個仔做得唔好，要跟佢嗰套嚟做。兩父子，一個想復辟，一個想變法，就係咁。兩股意志喺同一間公司入邊撞到正，擦出火花。佢哋冇諗過喺呢個碰撞過程中，佢哋選擇咗一條最錯嘅路。喺2002年嗰次董事會上嘅自爆，唔係突然黐線，而係呢一股家族怨氣積聚到頂點嘅一次火山爆發。謝達豐親手引爆咗呢粒核彈，佢喺毫無先兆嘅情況下咧，向董事會揭發公司存在秘密回佣架構，同埋佢同佢老豆挪用公款嘅內情。老豆謝瑞麟呢，當場嚇到心臟病發，要緊急送院。由嗰一刻開始，父子關係正式決裂。喺法庭文件同廉署調查顯示，佢哋嘅作案手法咧好簡單，透過海外一連串嘅空殼公司運作咗一套長達9年嘅非法回佣系統。呢個系統係點運作嘅？你諗下，當時香港嘅旅遊業好蓬勃，好多內地旅行團嚟香港玩，係零團費，即係旅行社收你幾百蚊，連機票酒店都 cover 唔到。咁點解佢哋肯做？因為咧，佢哋會帶啲遊客咧去指定嘅珠寶店購物，然後咧商店會俾超高佣金俾導遊同埋旅行社，呢啲佣金就係回佣。謝瑞麟珠寶啦，就係玩呢個遊戲嘅玩家之一。導遊戲話帶一個客入去，底價都有30蚊人頭費，之後仲要按銷售額層層疊加上去，係幾多錢？法庭判詞話咧，佢哋累計派出超過1.7億港紙嘅非法回佣，同時仲要避稅超過2000萬呢筆錢最終全部計晒入去啲珠寶嘅售價入邊，即係邊個埋單？咪就係嗰啲遠道而嚟買手信嘅內地遊客咯。2005年4月19號，廉署代號明珠行動大舉拉人，兩父子雙雙被落案起訴啦。2008年，法院宣判謝瑞麟被判3年3個月，謝達豐5年。就係我開頭講嗰幕啦，父子同日收監，全程冇望過對方一眼，一個家庭，一間上市公司就此成為歷史。你話係咪好唏噓？其實圈內人一早就知呢個就係白手興家家族最悲哀嘅地方。老豆白手興家，靠係打江山，夠狠夠搏。個仔咧守住盤生意，反而變成同自己人有血海深仇。佢哋忘記咗一間公司行到上市就已經唔係家庭作坊啦，係公眾利益，係千千萬萬股東嘅血汗錢。但係佢哋個腦跳唔出呢個係我浸嘅江山呢個諗法。講開又講啦，最戲劇性嘅一幕咧，反而喺父子雙雙入獄之後先上演嘅。接手呢一個爛攤子嘅係謝達豐嘅太太謝邱安儀，一個原本係電腦工程師、對珠寶業零經驗嘅女人。你話係咪天意？成個行業都以為謝瑞麟呢個招牌會就此玩完，但係謝邱安儀憑住佢做電腦工程師嗰種冷靜、理智同系統化管理思維，將公司徹底改革。佢將採購、零售、庫存全部電腦化，實時聯通，徹底杜絕咗老豆嗰代一本爛賬嘅可能。呢個女人用3年時間將一間死得嘅公司奇蹟淡救返生，
2009年 TSL 復牌，股價由0.81蚊，一日之內爆升到差唔多3蚊，升咗成268%。咁個市場咧就用真金白銀咧就投票俾呢位跟噏蒲英雄。你話謝達豐當年大義滅親，到底係因為良心發現啦，定係一場精心計算嘅奪權陰謀？呢個我唔敢下定論。但係有一件事好清楚啦，呢場父子相殘嘅悲劇，最終咧由一個局外人執咗死雞，成為最大嘅贏家。故事講到最後，我睇到雜誌影到出獄後嘅謝瑞麟，佢一個人着住一件普通嘅 polo 衫，冇司機，冇保鏢，冇嗰排標誌性嘅西裝，自己一個人落寞淡搭港鐵，由3000蚊到上市主席，再由主席到階下囚，最後變翻一個孤獨嘅老人。佢爭到啲乜，又輸咗啲乜？用句最老土但係最真實嘅說話，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各位街坊，今日嘅詩時姐頻道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古仔有啲嘢，唔該俾個 like，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睇。我哋下集再見。